大家好，我係李永達。在家基金呢，喺過去幾年呢，喺英國為咗好多要去專上學院大學讀書嘅香港年青朋友呢，提供咗一啲獎學金嘅資助計劃。我相信呢幾年呢，已經有成幾十位嘅年青朋友呢，係因為咁而受惠嘅。我每年嘅籌款晚會都有出席支持佢哋，我亦都親眼見到好多讀緊書嘅或者已經畢咗業嘅受助嘅呢個獎學金嘅年青朋友咧，講出佢哋嘅經歷，因為在家基金嘅支持咧，佢哋能夠安心讀書，而且唔單止成績都好好，而且喺大學裏邊咧，能夠參加好多課嘅活動，幫助社區，亦都幫助香港人嘅群體做好多工作，亦都有好嘅成績。在家基金今年又再籌款，我係呼籲大家喺網上捐助佢哋，或者去參加5月2號佢哋嘅籌款晚會。我係李永達。多謝你哋再一次支持在家基金，多謝晒，拜拜。